屏东高树有石狮宫的传说，也有客家聚落的人文风情。这么美的地方，我跟阿布布当然也要在高树住一晚。这次我跟阿布布选了一个度假乐园，这里除了有龟胎给点凤，还有很多活动等着我们。入邊係你基本嘅愛嘅地方，然後地方有龜胎嘅房，還有新年可以教書嘅地方。真的嗎？嘿，來，我嚟搶。哦。而家看到係有人看電視嘅地方，但係嘛佢哋休息。好大哦！布布，你看还有游泳池哎，龟台给点风哎，棒不棒？超级棒，对不对？我们待会换衣服，一起去玩水好不好？这么大间的点缝让我跟阿布布好兴奋，因为这么大的点缝变成我们两个的游戏场。哦，关住，哦，洗一下。你没办法挣脱。更特别的是，这里还有游泳池哦。1、2、3，你看有没有？可以泡到游泳池里面。可以啊，你看我们很厉害，泡到游泳圈里面，你会吗？在这么大间的点缝玩了好一会儿，我跟阿布布还有另一项任务，就是要自己做酸酸甜甜的芒果青。基本上係做一嚟做帆船牆，好，更加都會牆帆船平動嘅，好，那有哦，一個都會忙嘅，更加看到一個都會搖，好，然後我先錄一個時候咧，我先不用搖，一個都會搖，做乜佢用搖呢？我推去青，好，去青推錄啊變軟嘅，所以呢，一個搖可以用刀啊，好，都推按摩一下。如果你来按摩一下，帮芒果按摩，芒果按摩啊！誒，你哋不啷去搖，哦，搖，都推按摩一下。好然後，好，你按了一下之後呢，你下個都會出水，打你底部出水的時候都會可以。條件的帆船呢，去清係的時候，更加都講到大約400cc 的水，可以不用按包嘅進來，哈，根本你冇用火嘛，要用小水，哈。在大哥哥的指导下，阿布布专心的学习芒果青的制作方式，从搓盐、腌制、放糖到装罐，一步步慢慢完成。完成喽！阿伯伯来屏东好像来度假一样哎，没有游泳池。没错，而且龟胎给点缝